你愿意为着你的爱情付出偌多呢？好啦，你是用好用到要起笑呀！我才无起笑呢，起笑的是你。阿好，怎会甲我骗？伫这个虚幻世界，我就是找无到真正的感情，我唔知用好。真正的感情，敢讲咱两个感情拢是假的吗？拢是假的吗？假？敢讲？你介意我？我是甲讲我朋友的感情，你是这款。这代志是安尼开始的。你什么时阵要交女朋友？你也袂水手哪有水？哎呦，泰哥！你什么时阵要交女朋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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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时阵要交女朋友？其实恁母咧赶，恁母叫我甲你催讲赶紧娶某生囝，伊想要抱孙。好，即马若是有一个美女出，我随甲伊拍。老板，我想问这本书多少钱？我这个朋友吼，若是一看到查某囡仔吼，都袂输看到鬼啊！定定拢惊甲唔知要哪讲话啊，所以唔再来用这个交友软体。好。喂，哇，嘛，就是因为伫好熟悉着阿好，这代志煞变做唔好。等者，你到底汇偌济钱互伊？50万，你汇遐济钱，你陈斌我未见过你汇遐济钱，阮已经约好啊，今仔日6点半伊会来。啊，毋着即马？有。好啊，你你哪会来？你跟我约晚上6点半呢？安尼，你毋是使？你对我女朋友嘛？你女朋友？你啥物时阵交的？若讲到这，就是一个美丽的小错误啊！来，我介绍你这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美丽的小错误》，但这款这本册较高，什么小错误？根本就大错误嘛！但是无好笑。我觉得很好笑啊。阮就是安尼熟识啊。哦，原来恁安尼就熟识啊！嘿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我伫贺顶头熟识迄个阿贺，到底伫代？贺，你说那个交友软体贺？嘿，我今天在新闻上面看到他诈骗500个男人。哇，你是啥好啊？你愿意为着你的爱情付出偌多呢？